Hello， 大家好，實況好波今日哥士為 Gary 啊！出街之時係12月5號星期五嘅日間時間。啱啱呢一輪嘅英超都打咗週中嘅快車噃，有兩支球隊都係失分嘅。咁啊失分之餘咧，有啲深層次嘅問題都可能發現到喎。咁啊不如逐一同大家講下啦。第一隊咧就係車路士啦，因為車路士係啱啱星期三嘅深夜英超快車1-3輸咗俾列斯聯嘅。呢一場波啊，首先咧列斯咧係憑住中堅嘅比祖爾6分鐘係已經接應角球頭槌破網，先開紀錄。跟住去到上半場嘅尾段啦，田中碧喺俄眉月嘅位置轉身抽射，為列斯聯領先到2-0啦噃。車路士知道心知不妙情況之下，半場即刻作出調動，咁啊令到咧喺下半場5分鐘啊就已經憑住後備入替嘅柏杜尼圖可以喺遠處係射爆啊，咁啊令到車路士可以追翻成1-2。咁啊不過可惜去到下半場中段啦，中間嘅艾特拉比約控球失誤，俾對方嘅奧卡科鏟到個波，結果輾轉個波益咗喺龍門口嘅卡華利雲輕鬆撥入，最終咧車路士係1-3敗走艾蘭路啊，全失3分喎。嗱咁啊要講下啦，因為咧車路士本身個形勢幾好嘅，尤其是咧要講佢哋之前嘅走勢，分別咧上個禮拜咧係2-0贏咗般尼，跟住週中3-0極具說服力擊敗最終打少一人嘅巴塞隆拿。咁啊至於係啱啱嘅星期日咧，亦都係1-1和咗阿仙奴，仲要考慮佢哋大半場係打少一個人嘅。卡斯道喺上半場嘅尾段攞咗紅牌啦嘛。咁啊，所以之前對住巴塞又能夠搶分，榜首球隊亦都可以保持不敗，打少個情況之下，諗住個走勢幾好啦。咁但係點知嚟到作客尾4嘅列斯聯，竟然要全失3分喎。咁啊呢一場波全失3分嘅話咧，咁啊都可以從一啲咧球場上面嘅數據見到車路士嘅表現咧，認真咧係立羅。嗱，如果係只係講控球比率同埋成功傳球嘅話咧，車路士係完全贏晒嘅。咁啊因為喺控球比率方面咧，車路士全場有71%啊。對手當然只有29%啦，成功傳球嘅次數咧，車路士更加幾乎有600次，佢哋有596次啊。咁啊，至於列斯聯咧，只有183次嘅啫。呢兩個數據係取得絕對嘅優勢，當然亦都要考慮到列斯早6分鐘已經先開紀錄，作為一支下把嘅球隊啊，當然就係縮後打反擊啦。咁啊，但係車路士咧喺大部分時間咧有控球嘅情況之下，都唔能夠可以憑住一啲速度同埋創造力咧係可以撕破對方嘅防線嘅。睇射門數字同 XG 就知㗎啦。射門數字啊，車路士全場只有14腳射門。咁啊，至於列斯咧，雖然咧早領先一球打突擊，但係佢哋全場有17次射門，甚至比藍戰士仲要多3次喎。咁啊，至於 XG 咧，車路士只有1.1，不過列斯聯有2.82啊。咁啊，所以咧咁多個控球，咁多嘅成功傳球，但係做出嚟嘅射門同埋威脅度，竟然遠遜一隊排尾4嘅對手喎。咁啊，可以見到車路士咧呢場波認真咧，除咗老鼠拉龜之外咧，更加係表現出立羅啊，速度非常之慢啊，亦都咧係後場嘅組織啊好多啦。咁啊，不過去到前半場點搞咧，好似大家都冇乜辦法咁樣。咁啊，所以咧喺賽後嘅記者會，車路士嘅領隊馬列斯卡咧都展示出對球隊嘅不滿啦。嗱，佢首先咧就覺得列斯呢一場係值得贏波嘅，因為無論喺有波冇波同埋執 second 波嘅3個範疇裏邊咧，車路士全部都係輸晒俾列斯聯嘅。見到列斯聯咧嗰個爭勝嘅慾望啊，咁啊另外咧佢亦都有啲暗指球員嘅表現啊未付出100% 喎，因為馬列斯卡話：有陣時咧輸波，你都可以話啲球員係力戰而敗嘅，可以昂首離場。不過喺呢一場波，似乎我哋都需要為呢場失利負翻啲責任啦喎。如果咁講嘅話，即係暗示咧就全隊上下似乎都冇付出100% 嘅努力喎。嗱，究竟係咪咁樣咧？咁啊，不如咧先從嗰個出場陣容嗰度睇睇先啦。頭先講緊上個禮拜嘅星期日啊，就係1-1和咗阿仙奴嗰場波啦。咁啊，同呢一場作客列斯聯比起嘅話咧，其實喺正選陣容裏邊作咗5個嘅輪換嘅。當然連卡斯道要停賽啦，上場攞紅牌，咁今場當然亦都係冇得出啦。另外4個咧就今場波由正選變後備嘅咧，分別有柏杜尼圖、列斯詹士、古斯圖同埋科芬拿嘅。冇咗呢幾個球員之後，車路士似乎個表現同幾日前判若兩隊。呢幾個球員咧都分別能夠可以為車路士帶到速度上面嘅提升啊。柏杜尼圖當然係一個發電機啦，一攞到波就可以踩落去個底線，又或者吸大位。總之佢攞到波一定同你推翻10碼8碼嘅。
咁啊，至於古斯圖咧，喺一個右閘，有陣時雖然都會打防中，但係佢無論係邊個位置都好，佢一定係向前無球走動，可以有插入嘅。咁啊，所以今場波冇咗佢，又變咗用查魯巴打右閘，一個串演嘅球員，而且中堅去打右閘，當然喺呢場波多數都係做內收嘅中堅，冇乜機會啊，係後上去疊下助攻啦。咁啊，另外科芬拿咧就本身呢個速度唔錯嘅中堅嚟嘅，腳滑馬呢場波收一收起，其實無可厚非。但係至於另外一位隊長嘅列斯占士，有佢喺度啊，無論係控球定係傳球都會舒服好多嘅。不過今場咧就正選後備都冇上陣，咁冇咗呢幾個球員，似乎咧真係對車路士嘅影響都幾大。頭先提過，包括咧就係有波同冇波嘅時候個速度上面就已經爭好遠，亦都符合咗頭先馬利斯卡講賽後嗰個記者會。呢場波對住列斯，佢話有波冇波同埋執 second 波都係輸晒俾對手嘅。咁啊，似乎咧車路士人就夠多啦，但係當作出輪換嘅時候，似乎個表現都幾唔穩定喎。咁啊，另外喺呢一場波裏邊咧，半場嘅時間咧，阿斯達維奧又是被拎走啦。計對阿仙奴嗰場，連續2場打咗半場就要退下火線。馬利斯卡都有解釋到啊，點解半場嘅時間咧就要拎走阿斯達華奧啦。咁啊，因為佢話驚阿斯達華奧控制唔到情緒，要食第2張黃牌，2黃1紅啊，又驚打少個喎。嗱，咁啊，似乎咧就見個鬼都怕黑啦。馬利斯卡都知道自己啦，季初好多時咧啲比賽都唔能夠真係11個人打足全場嘅。阿斯達華奧點解會零射俾阿馬利斯卡重點提起話驚佢攞紅牌咧？咁啊，因為喺上半場嘅尾段啦。阿斯達華奧咧曾經希望用自己啲森巴技術挑過對手嘅左閘古蒙神，不過俾古蒙神捉晒腦，波都搶埋，仲要帶出重圍添。咁啊，結果咧，阿斯達華奧惱羞成怒之下喺後邊踢死腳啊！咁啊，呢啲波當然係要攞黃牌啦。咁啊，但係攞完黃牌之後咧，阿斯達華奧仲想埋去同球證嘈喎。啊，係咪想學上個禮拜佢同鄉柏基達咁樣咧？嘈下，嘈咗第2張黃牌翻嚟喎。咁啊，所以咧，阿馬利斯卡看在眼裏，咁啊，結果咧就半場嘅時間啦，就換走咗阿斯達華奧啦。咁啊，所以點解話馬帥就話驚阿斯達華奧控制唔到嗰個情緒？咁啊，似乎咧一個年輕嘅球員，咁啊嚟到英超咧，阿馬利斯卡都話啦，其實佢只係得18歲嘅啫，仍然都需要靠人生嘅閲歷同埋比賽經驗去累積點樣去控制好佢嘅情緒嘅。OK， 咁好啦，咁啊講咗咧就一啲嘅賽後嘅記者會啊，馬利斯卡回應同埋啲數據之後啊，其實咧都可以睇得出啊，車路士點解個表現咁不穩咧？咁啊當然就係因為啊，成隊波個平均年齡都係好輕啦。咁啊年輕球員自然咧個表現都係會飄忽少少嘅。咁啊另外咧就係作為陣中其中一位老大哥艾達拉比約，今年28歲嘅中堅啊。但係佢竟然喺球場裏邊控球失誤，俾對方嘅奧卡科喺自己禁區裏邊搶到自己嘅腳下球，結果極危險嘅位置裏邊真係製造到混亂，最終卡華利雲射成3-1。呢個波啊可以話係阿達拉比約責無旁貸啦。咁啊，所以咧喺成隊波裏邊，稍為有經驗、有可以俾大家依賴、有少少領導力嘅一個中堅球員，竟然都咁樣犯錯，咁啊〜既然係咁樣，咁啊又究竟冇列斯占士嘅情況之下，而安素又打得特別沉寂，唔係喺佢最佳位置，成隊車路士又有邊個可以信賴咧？咁所以咧，車路士啊呢場波嘅失分咧，相當之令人失望。而家去到第4位啦，但係比阿士東維拉已經拋甩咗3分啦。咁啊，所以距離第3位嘅球隊咧都要有1場嘅勝仗嘅分別。咁啊，既然係咁嘅話，咁啊啱啱輸咗俾列斯聯，咁都冇辦法啦，吸收經驗，唯有就係準備下一場波啦。嚟緊嘅週末將要作客班尼茅夫，似乎都係一場硬仗。睇下車路士咧會唔會今次可能有少少輪換得太多啊，尤其是一啲好有作用同埋好有卡士嘅球員。咁啊，今場波咧對列斯嘅時候都收起咗。嚟緊下一場對班尼茅夫，理論上馬利斯卡都應該要擺翻，例如列斯占士呢啲點都要出翻嚟震一震嗰個軍心。尤其是要考慮到列斯占士今季個健康情況真係算係幾好噶啦。如果係咁嘅話，不如逐漸俾多啲佢出可以攞多啲比賽狀態啦。OK， 好啦，咁咧就講完啦。車路士輸波，馬上都撐唔落之後咧，跟住講另外一隊啦噃。另外一隊咧就唔係輸波嘅，佢哋較早前啊星期2嘅深夜咧就和波嘅，就係講緊熱刺啦。咁啊2-2就係和咗紐卡素啊。沙維斯蒙斯失敗，誰之過咧？
講緊咧就係熱刺對住紐卡素呢場波呢個熱刺2度落後，不過分別憑住佢哋嘅隊長基斯甸羅美路插水式頭槌同埋禁區裏邊倒掛，結果咧就一頭一腳為熱刺啦喺2度落後情況之下，最終2-2逼和對手攞翻1分啊！哇，你冇聽錯喎！基斯甸羅美路係佢哋嘅隊長兼中堅，但係插水式頭槌攝前柱，跟住禁區裏邊凌空倒掛。2下都哇！啲射手先至會有嘅喎，係咪？但係竟然要用到基斯甸羅美路先至可以做得出呢啲咁關鍵嘅係追和嘅入球。咁啊，所以咧，賽後嘅記者會咧，阿弗蘭克咧就好特別啦。咁啊，佢咧都有講到啦。其實咧，除咗頭嘅30分鐘咧，另外嘅60分鐘嘅表現咧，其實我都幾滿意嘅。尤其是咧球隊嗰個態度啊，落後咗之後咧係輸咗1球，仍然永不放棄，再去追輸咗1球又再去追。咁所以咧，弗蘭克竟然對呢場波嘅表現係滿意喎。咁但係其實咧，整場波熱刺咧係雖然係作客攞到1分而且今季佢哋嘅作客成績唔錯嘅，到而家為止只係輸咗1場嘅啫。咁不過其實成場波咧，絕對都係紐卡素佔據大部分嘅形勢。咁當然你要講到啦，紐卡素嘅第2個入球咧，就係講緊丹搬同埋賓坦古鬥爭位嘅時候，兩個一齊跌低。咁但係咧，球證睇完 VAR 之後咧，就話呢個咧賓坦古拉跌咗丹搬，最終判咗個12碼俾紐卡素嘅。咁呢個波咧有啲爭議性因為咧本身大家禁區裏邊咧動作都唔係好大，甚至你話賓坦古跌落去嗰下，你都要睇個慢鏡，究竟係賓坦古拉跌丹搬定係丹搬砸落去賓坦古嗰度。咁呢個波無論如何啦，係有爭議性亦都咧係即係你問我嘅話，呢啲波咧即係如果吹嘅話，一個禮拜英超真係吹咗8個12碼翻嚟都得㗎啦。咁但係球證最終咧本身都冇判嘅，不過 VAR 叫佢睇完之後就判咗個12碼啦。所以即係你話熱刺由佢哋應該係攞到1分啦，定係究竟全取3分咧？都即係跟法蘭克咁樣嘅講法嘅話咧，咁其實咧佢都滿意球隊嘅表現嘅，咁即係佢嘅收貨啦。但係成場波頭先都講咗啦，一路都係受壓被動嘅，純粹靠打鬥志嘅啫。不過喺呢場波裏邊沙維斯蒙斯後備入替又是碌碌無為啦。呢一位咧喺季初用咗5100萬嘅英鎊由RB萊比錫收購進攻中場。今場波繼續係冇貢獻嘅。其實咧已經咧係為熱刺咧各項賽事上陣咗18場。另入球只有2個嘅助攻嘅啫，而且咧係1個助攻啦，喺英超嘅啫，嗰個助攻係開角球嘅。所以似乎咧喺球場上面影響力，沙維斯蒙斯咧仍然係未建立到，而且亦都開始連法蘭克自己都對佢失去耐性。最近有4場波沙維斯蒙斯悉數都係擺落去後備席，而後備換入嚟仍然都係未有表現，仍然都係盲頭烏蠅衝埋人堆嗰度送個波俾人喎。沙維斯蒙斯嘅表現當然係令人失望啦。但係法蘭克用佢用得啱唔啱咧？其實你留意翻咧，依家嘅熱刺往往咧，尤其是喺創造力低下嘅情況之下，曾經有啲比賽我哋都講過啦。北倫敦打比半場0射門啦，對車路士全場得3腳射門啦，極低嘅 XG 等等，已經見得到咧，就係熱刺嘅一啲進攻嘅手段，其實都係好直接同埋好單調嘅，都係靠啲有突破能力嘅球員喺邊路度老爆到之後就傳個波出嚟中間希望可以博暖。基本上中場嘅組織咧少之又少。當然都可以講係有創造力，古魯舍夫斯基、詹士麥迪臣都一路係養傷，所以焗住要用沙維斯蒙斯。沙維斯蒙斯好明顯就係未適應嘅。同埋咧，沙維斯蒙斯絕對唔係好似奧杜拜或者古道斯嗰種希望可以憑住個人一己之力高速腳法扭過對手，然之後咧再出波，絕對唔係呢一種啦，係咪？沙維斯蒙斯係需要有人配合嘅。依家沙維斯蒙斯咧，次出到嚟都係要靠佢自己硬爆，而配合佢嘅人又少之又少。呢一樣嘢就係法蘭克究竟擺幾多心機喺個進攻嘅方面啦。而且除咗沙維斯蒙斯之外咧，其實佢近期咧都唔太常用班蘭莊臣嘅。
咁啊，當然即係對紐卡素呢場Brian Johnson正選，但係佢咧係真正搶鏡嘅場面絕對唔多嘅，因為佢都唔係一個能夠可以單打獨鬥嘅翼鋒啊嘛，佢需要有人餵，然之後佢攝嗰啲盲眼位撞個波入網啊嘛，咁所以喺進攻球員唔多嘅情況之下咧，沙維斯蒙斯加埋Brian Johnson咧兩個就踢得異常尷尬啦。咁所以咧，沙維斯蒙斯咧已經直落4場咧都係後備上陣，法蘭克都放棄佢啦。咁不過當見到好多人將斯蒙斯同佢比較嗰一位嘅域斯喺利物浦都開始有啲生機嘅時候，其實法蘭克係咪應該要用翻多啲沙維斯蒙斯咧？而且古魯舍夫斯基同埋詹士麥迪臣咧仍然養緊傷，詹士麥迪臣更加要去到出年先至能夠復出嘅。沙維斯蒙斯好明顯佢技術唔算差嘅，冇理由嘅，而且始終都係一個荷蘭國腳，之前都已經喺德甲都打滾咗一段時間啦。歐比萊比錫亦都曾經係巴黎聖日耳門嘅年輕球員，咁理論上應該係佢有一定嘅技術含量嘅。話唔適應英超都好啦，咁你都要係咪俾多啲時間佢咧？可以俾多啲出場機會佢，去同其他隊友建立默契咧。其實又唔知佢喎。另外一位高路梅安尼啊，咁其實咧佢嘅雙歸咧喺祖雲達斯咧都有10個入球啊，只係打半季嘅啫。但係點解依家嚟到熱刺，哇咁辛苦上場對住即係一啲係呢個巴黎聖日耳門輸3-5嗰場波，先至入到2球，先至係佢開齋嘅第一場咧。咁之後打英超嘅賽事，點解都打得咁立友咧？咁都仍然係嗰個唔適應嗰個問題。但係其實隱約間高路梅安尼同埋沙維斯蒙斯一齊出場嘅場合咧，其實已經開始見到有少少默契建立到㗎啦。不過法蘭克始終都唔係絕對信任佢哋兩個。咁尤其是要考慮到點解法蘭克唔信任佢哋兩個？當然啦，講嘅時候就話，俾多啲出場機會佢啦，唔得踢到得。沙維斯蒙斯，你覺得佢有潛質㗎嘛？俾咁多錢買佢翻嚟啊，踢到順啊，踢到適應英超咁咪得咯。咁但係問題係法蘭克有冇咁多時間啊？而家好多人叫緊佢落台嘅啦噃。雖然陣中嘅烏道治有講過話球隊團結一致支持法蘭克，但係今時今日，尤其是教英超嘅球隊，有冇咁多時間俾一個領隊可以喺球場上面用一個球員，而佢又未證明又未適應，咁但係你要用到佢得咧？咁究竟係同領隊普遍嘅壽命太短令到佢哋要改變一啲選人，寧願用啲即食嘅或者係簡單實際嘅球員，而放棄去培育一啲年輕球員，因為培育啲年輕球員，俾多啲上陣機會，佢哋吸收經驗。有陣時同一個領隊喺球隊裏邊執教嘅生命咧，其實絕對係反比嘅。咁所以沙維斯蒙斯嘅失敗誰之過咧？會唔會係領隊咧？定係因為領隊嘅壽命依家普遍太短啦？有好多人叫佢落台，佢有呢個壓力，所以佢唔敢用所以咧，沙維斯蒙斯似乎喺短期之內咧喺熱刺咧都要度過一段艱難嘅時刻啦。望就望佢盡快開竅，始終都係荷蘭國腳啊，實力冇理由咁差嘅。OK。好啦，咁咧就今日Gossip就講住2單新聞先啦。最後呼籲大家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猜波台。有咩 comment 下邊留言話俾我哋知啦噃。今條片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